你这傻子，竟然敢卖我们假鸡蛋！没有，我没有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这鸡蛋带回家就变小了？竟然缩水了，这不可能！小傻子，哥哥们看你摆摊也不容易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亲我们一口，这事儿啊就算了。对呀，不行，我有丈夫了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来吧。季总，进来公司运转一切正常，只是你要找的梅花台吉恩人的下落还是没有线索。你是谁？嘘，我不是坏人，外面那些蛮夷细作都是冲我来的，一会儿我把他们引开，你快跑。那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师傅说我是神仙下凡，可厉害了。20年了，你究竟在哪儿？你这傻子！放开我！来吧。哎呀啊！来看看呀，妹妹。去看看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！亲家人，快走！姑娘，这些鸡蛋我都买了。江明说了，这些鸡蛋值一张红色的钱，你别想拿这个塑料片糊弄我。还真是个傻子。给钱。刚才是你救了我，你是个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的。治好了。大少爷，真的好了。你是什么人啊？鸡蛋卖光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这个女生不简单，快去查。妈，我今天赚了好多钱。妈，怎么了？你看看，这脑子不好就算了，这骨头还贱，在街上就和男人拉扯不清，整个海城都传遍了。要我看啊，他拿回这么多钱来，指不定是伺候哪个男人换的。臭婊子！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们抢抢我的鸡蛋。还敢还嘴？我看你就是亏养了，儿子当年就你一个，还娶了你，你还在外面勾三搭四，我看你就是人见不动听的东西。妈，你别打了，你没听见他在喊吗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塞住他的嘴再打，这样声音小。你这个没用的傻子，打了也白费力气。别这么说，他写的几个失传古法药方可给我赚了不少钱。无双，你再写几个药方，你老公我晚上给你做红烧肉吃，好吗？傻子还带这么好的玉佩，真是浪费。季无双，资料显示，季无双一直吃上，5年前嫁给了药材贩子江明之后，一直卖鸡蛋贴补家用。他治好了我的腿，骑士医院的药材订单就给江明作为报答吧。好的，那您康复的消息？不急，先瞒着。安明，
底什么时候跟那个傻子离婚？我爸可是说了，只要你娶我，我们家的订单就都是你的。真的吗？喂，江总，骑士集团要跟我们合作。什么？青青，骑士集团说要跟我合作，这是你帮我的对吗？是啊，所以阿明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啊？先在这里，青青，你才是我最重要的女人。就这个傻子，你看看能卖多少钱？啊，小娘子，我儿子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，你就跟他们到缅北过好日子去吧。我不去，江明呢？我要去找江明。看嘛，臭娘们儿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走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你都怪你，不仅没把你卖出去，还赔了老娘的医药费，都怪你！没用的傻子，死了才好呢！哼！江总得了齐家的青睐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提携一下我们啊！哎，哪里，都是侥幸。别谦虚了，那可是位列燕国4大家族之首的齐家，能与齐家合作之人，那以后在燕国是可以横着走的。要我说，江总这次得齐家的青睐，定是因为你的古法药方。可不嘛，江总年纪轻轻就能写出价值万金、失传已久的药方，这可是燕国千年难遇的天才。过奖。叶家千金到。青青，你来了。这是城南新晋的暴发户叶家，江明和叶家的小姐好上了。先是叶家，再是齐家，这小子还真是让他走了狗屎运啊！青青啊，我是江明的妈妈。阿姨你好，听阿明说，这次与齐家的合作多亏了你，就别叫阿姨了，叫妈。这是季无双的玉佩。九天神女季无双为救苍生散去修为，天地动容，今起上苍特许神女神识归位，神力大成，以除外寇，捉奸佞，还燕国万世太平。这是季无双的玉佩。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就送给你了。这次合作本是季无双的功劳，这么重要场合，他怎么不在呢？齐家大少到，这不是齐家大少爷吗？齐总，您来了。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的家人们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，都到齐了。知道齐总为何会给你订单吗？齐总，我能有今天都是我爱人在默默付出，我江明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各位，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与海城首富齐氏集团的合作宴会。在这里，我想感谢一位对我很重要的人，在我默默无闻时，他没有嫌弃我，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，是他一直陪着我。我听说江明有个老婆，好像是个傻子，但是吧，对江明是一片痴心。我知道，江明一开始没钱读书，都是那个傻子老婆卖鸡蛋送他上的学。哦，知道感谢季无双，还算他有良心。还是大少爷您心善，有了这份合作，季无双就再也不用起早贪黑的摆摊了。我曾许诺要给他富足的生活，现在我终于做到了。下面我要向大家正式介绍我的妻子，她就是
青青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还真是哪猜的？难道你说的事情传言？她是你的妻子，那我是谁？季无双，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，你快走！江明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齐家是因为青青才跟我合作的，可不能被这个傻子搅和了。齐总，这都是误会，他就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他是个傻子，整天缠着我儿子，平时用狗链子拴在家里边，我这就带他走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现在即将迎娶叶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你这个傻子就想破坏我们家的好事儿。江明，你真的要娶这个女人吗？季无双，我知道你对我爱的无法自拔，但你毕竟是个傻子，跟我们尊贵的千金叶青青没法比，你还是别纠缠我了，赶紧回家卖鸡蛋去吧。你听见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滚！既然你们看不起傻子，那我就让你们尝尝被傻子踩在脚下的滋味。遛狗啦！遛狗了，遛狗了，遛狗啦！遛狗啦！遛狗了，遛狗啦！遛狗啦！看人虽傻，倒是不让自己吃亏啊。儿子，遛狗啦！他要把我折磨死！对了，季无双，这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。我要是不来，你就要跟这个小三跑掉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才是小三。大家别被他骗了，当初我只是看他可怜，没想到他对我死缠烂打的，他就是个倒贴的荡妇。对呀，江明哥哥年纪轻轻就这样优秀，是个女人都会爱上你，更何况是一个傻子。我就说嘛，江总年纪轻轻，怎么可能看上这种人？原来是这傻子碰瓷儿，真是人傻心也坏。季无双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妻子，这点钱当是补偿你的了。江明，我不配，你如今的成就是靠谁得来的？怎么，你不会是想说我和骑士的合作是靠你这个傻子促成的吧？是靠你这个傻子促成的吧？你，季无双，你该不会以为你卖那几个鸡蛋就能帮到我吧？我说的当然不是鸡蛋，而是那些古法药方。怎么回事？真是的！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？那些药方都是我自己写的。我江明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靠的都是我自己的努力，跟你这个傻子没有半分钱的关系。来人，这个傻子一直说疯话，把他给我撵出去，别影响我跟骑士的合作。我看谁敢动我！一帮怂货，居然被这个傻子给吓住了。季无双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他妈臭！这生命不能轻的东西！江明，你救我的恩，我已经报答了。你害我的罪孽，我要你现在就偿还。住手！齐总，他在我们合作会上撒野，我就是想教训一下他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齐总，你千万别相信他的疯话，我认识他5年了，他就是个在外勾三搭四的荡妇。对呀，你万金之躯，不能让一个卖鸡蛋的脏了眼。齐总，今天合作重要，江明的才华大家有目共睹，可别被一些垃圾人给搅和了。对，那些古法药方都是我彻夜研究写下来的，我若敢骗你，我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啊！江明，你竟然敢发这样的毒誓，看来你真的很有诚心呢。那可不，我必是诚意满满啊！齐总，那我们的合作的话，可以继续。不过，这个合同得他来签。
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他就是个傻子呀！我看真正傻的人是你们吧？这场合作本就是齐总为了报答季小姐，而非你，江明。什么？这合作不是你促成的吗？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答应。江明，你现在看清形势了吧？你这个贱人，骗子！都是你挑拨我和无双的感情。江明，是你说要离婚娶我的。你还敢说？保安，来让你给我滚蛋！江明，你这个渣男！渣男！无双，是我错了，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都是那个女人，是那个女人勾引我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吧。江明，你刚刚打了人家的脸，好痛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，我也该打，我也该打。哎，无双，你原谅我们吧。双双，你每天跟我读书，支持我工作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你把这个签了，以后我每天给你做红烧肉吃，好不好？好呀。签了。江明，合作愉快。天女散花了！哎呀，许无双，你敢耍我！我你个小贱蹄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不行的，老巫婆，你们抓不到我了。许总，既然合同已经撕毁，那我们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江明品行败坏，全行业封杀。从今以后，谁要是再敢跟江明合作，便是与我齐家作对。诸位，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。曲总，求你饶我一命，你当初怎么也愿意啊？曲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曲总。慢走，无双啊！无双，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15年前，我帮你制裁，你帮我出气，我们两清。我要回家卖鸡蛋了。凤凰殿大护法玄武恭迎9天神女回归，恭迎9天神女回归。我回来了。今日天象突变，属下感知到神女气息，就立刻赶来了。神女殿下，这5年我们一直在找您。这5年来，我神识已移，你们找不到我，也是理所当然。玄武，这5年，燕国可还平安？当年殿下以身祭天，这5年局势瞬息万变，好在有凤凰殿强势镇守，4大家族皆尽心守护，燕国勉强算是安稳。 4大家族，他们还算中心。神女气息现世，属下不敢隐瞒。4大家族如今已经在为您准备结婚宴了。好啊，也是时候该见见了。是要见见了，毕竟您跟4大家族之首的齐家还有婚约在身。什么？这次神女回归，那是咱们振奋大夏的大好消息。这次回归宴一定要好好办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齐家乃是4大家族之首啊，回归宴让齐大哥来办，我们放心。齐老哥，这次回归宴，神女和宴礼的婚约该提一提了吧？哎，神女乃是千尊之躯啊，若非当年的大夏尊主亲自为神女和我家孙儿指婚，那我家没有这般福气的。他齐宴礼就是个没用的瘸子，他凭什么能娶神女？沉船不得无礼。爷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神女真要嫁给咱们家这个废物瘸子，不仅咱们齐家没有面子，整个燕国都没有面子。再说，我那大哥不是一直还惦记救他那个村姑娘吗？要我说呀，这婚约直接作废。我与神女的婚约，那是我们2人的事情，与你这个私生子没有关系。你够了！现在就手足相残，当我死了吗？爷爷，爷爷，无妨。我和你们说，神女的婚约可是先被锁定，
容我得半点儿戏，神女宴会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。二少，你约的人到了。是你说，齐宴里跟你老婆有一腿？千真万确啊，齐二少。那个，关键我老婆还是个傻子，你说齐宴里的口味多重？好啊，很好。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，怎么做，你自己看着办。9天神女回归宴，齐宴里，你就等着在宴会上名声扫地吧。曾经神女一直戴着面纱示众，极少有人见到神女真面目。今天终于能一睹芳泽了。神女回归，戴皇冠以昭告天下，能看到这一幕，这辈子值了。你那个傻子老婆呢？齐总，自从上次合作会之后，那傻子就找不到了。要我说，一定是齐宴里金屋藏娇，把那傻子给包了。无妨，只要今天你在这儿，也够那齐宴的喝一壶的。齐家大少到！江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齐二少抬举我自然就来了。齐宴里，你不过是齐家一个不受宠的瘸子，我们齐二少才是齐家未来的天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他齐宴里才是神女的未婚夫，今天他算半个主角呢。哎呀，二少你就别逗了，他就是一个死瘸子，神女又不瞎，我就把话撂这，神女就算看上我，也不会看上齐宴里这个废物。神女驾到！会是他？好玩，好玩，宴会真好玩。这个神女怎么痴痴傻傻的？唉，这哪里是神女啊？这就是我那傻子老婆，之前怎么都找不到，没想到她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无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参加宴会啊。也不知道我那未曾谋面的未婚夫人品如何，还是先装傻试探一下吧。今天的宴会不简单，除了是我没法保你。李助理，送季小姐回家。是。哎，这女人谁啊？怎么也不介绍一下？一个朋友而已。朋友？哪种朋友啊？是能上床的那种朋友吗？江明，你……大家快来看，这个女人是我的傻子老婆。可是齐宴里他仗着我老婆脑子不好，他就放肆！我们齐家大少品行端正，岂能容你这样凭空造谣？哎，你们看，他不仅要抢我老婆，还要打我！听说是死士啊！哎，你们看，他齐宴里欺男霸女，他根本就不配娶我们燕国至高无上的神女。原来我的婚约对象是你。想不到齐宴里这个瘸子私下玩的这么大，此事要被神女知道了，齐家可真要变天了。原来我的婚约对象是你啊！江明，此事事关神女婚约，可不能乱讲。你可有证据？我老婆就是证据。季无双，你这个傻子从来都不会说谎。你说，上次合作宴上，他齐宴里是不是对你动手动脚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赶紧说，要不然我就弄死你这个傻子！快说！我说，你就是个大傻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大哥，此事事关神女，我看还是要调查清楚。是调查还是栽赃？齐文川，你的狼子野心，我想大家都清楚。看清楚了又怎样？齐宴里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瘸子，你以为你斗得过我吗？住手！神女即将到场，我看谁敢放肆！我看谁敢放肆！爷爷，
齐彦礼他明明和神女有婚约，非得和一个傻子名妇纠缠不清。此事事关神女，我也不敢怠慢呀。我再说一遍，任何人休想改变神女婚约。宴会在即，所有的事之后再说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带走。住手！齐彦礼，难道你真要为这个女人而毁了神女宴会吗？爷爷，他就是我寻找了多年的救命恩人。15年前，就是他把我从蛮夷手中救出。什么？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？所以我决定与神女退婚。退婚？这些年，齐家发展如日中天，都是看在神女的面子。如果真的退婚，齐家……齐彦礼，你本身就是一个对齐家没有任何用的瘸子，凭着和神女的婚约苟活到现在，居然还有2个神女退婚，难道你想拉着我们整个齐家和你一起完蛋吗？胡闹！彦礼啊，如果他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那我们齐家自然不能怠慢他。可是你和神女的婚事绝不能退。爷爷，我既然说了出来，也是想好了一切。我与神女未曾谋面，也没有感情，况且我也不会靠一个女人匡扶我的事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守护我珍视之人。爷爷，无论季无双痴傻与否，我都会娶她为妻，照顾她一辈子。放着好好的神女你不娶，非要娶一个傻子。爷爷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齐彦礼他难堪大用，再纵容下去，只会丢我们齐家的人。是啊，齐老爷，齐彦礼他找谁不好，偏偏找我那傻子媳妇儿。我跟你说，季无双他不仅傻，还是个勾三搭四的荡妇，瘸子配傻子倒是无所谓，我是担心啊，毁了您一世英名啊。彦礼啊，我知晓你重情重义，但是你和神女的婚约乃是燕国尊主所定，容不得更改。从他儿时救了我那一刻起，我便只认准了这一个妻子。此事我心意已决，如果无法平息神女之怒，我愿自请家法。重情重义，有担当，有胆识，这个未婚夫好像还不错。好，自请家法，那就如你所说吧。来人，上家法。这是齐家的镇宅之宝，镇魂神鞭。传闻镇魂鞭神鞭一鞭，藏具粉2鞭下去，灵魂震荡；3鞭打下，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也难救啊！这要用镇魂神鞭教训齐彦礼，齐大哥，真是起了杀心。齐彦礼，齐彦礼，无双，我没事的。任凭爷爷责罚。齐彦礼，你是我们齐家的长孙，你罔顾尊上婚约，一意孤行，对神女不敬，你可知错？我守护我爱之人，我没有错。彦礼啊，只要你认错，我就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等一下，神女光临，这一切就无可挽回了。我没有错，我为何要认？齐老哥，有点过了。彦礼闹出大动静，不这样严厉惩罚，平息不了神女的愤怒。彦礼，赶紧认错吧，这第3鞭下去，你这命可就没了。齐彦礼，你可知错呀？不是，你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这第3鞭下去，咱们爷俩的情分可就到此为止了。无双，我没事的。这是我们齐家与神女的家事，无关人等不得插手。没错，就算是神女到场，此事定也不会轻饶。谁说神女尚未到场？神女在哪儿？我便是9天神女，季无双。呵呵，
怎么，你是傻子也当我们大家都是傻子？那可是堂堂炎国的9天神女，岂是你个傻子能冒充的？诸位，这个傻子公然玷污神女，就应该和齐艳里一样处以极刑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如果我说那台上的皇冠是我的呢？傻子，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！你可知道这皇冠认主，只有真正的神女才能让它发出圣光。要是有人冒领，皇冠将变成利器，杀人于无形。傻子，你可以去试试。要是你真是神女，我们大家还得给你磕头行礼呢。试试就试试，我的东西我说了算。无双，不要去。刚才是你保护我，这次轮到我保护你。哎，神女皇冠不得煽动，快点来人挡住他！就凭你们还不够？他怎么能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？不是跟我说他是个傻子吗？他居然真的是神女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江明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悔改。神女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不知好歹，我错了，求你饶我一命，饶我一命！来人，把这人给我带下去！等等，仅凭一个皇冠，你们就相信他说的话呀？神女宴会是我布置，神女皇冠世间只此一个，能从凤凰殿请过来已是不易。为了避免人多眼杂，出什么意外，我特地找人仿制了一顶，只要戴上，一会发光。这么说，这顶皇冠是假的？那就是说，阿猫阿狗戴上的话，它眼会亮。季无双，你这个傻子敢冒充神女，还吓唬我，你胆子挺肥呀！9天神女神秘莫测，我们都没见过她的真容。不过5年之前，我们遥遥相望之时，我记得9天神女的脖子上带着她的凤佩。姑娘，你说你是神女，那你的凤佩何在呀？你说你是神女，那就把你的凤佩拿出来，让我们看看吧。糟了，凤佩被那老巫婆拿走了，至今找不到下落。我的凤佩弄丢了。弄丢了？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。我与神女的婚约本来就与无双没有关系，现在我已经受罚，这场闹剧该到此为止了吧？本来此事是与他无关，谁让他假扮神女，在4大家族面前招摇撞骗，这可是大罪。来人，给我带进去！糟了，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如今已经发挥不出神力了。齐老爷，这季无双人傻心眼坏，居然敢在4大家族头上行骗，不把他处以地狱极刑，实在难以服众啊！我没有骗人，是真的丢了。事到如今还想狡辩？季无双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那么喜欢撒谎，来人，拔下他的舌头！住手！还不赶紧退下！燕离，此女勾引你不说，还冒充神女，已经是罪大恶极。你现在撤回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没错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燕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她不成？无双她只是个普通人，只是因为忌惮神女，你们4大家族就可以随便欺负一个可怜的普通人吗？荒谬！神女为燕国百姓做了很多，神女的胃宴容不得践踏。你的行为已经伤害了齐家，更是对燕国不敬。我说过，我此生只有无双一个女人。如果您觉得拖累齐家，那这齐家我不待也罢。你说什么？此事我心意已决，我相信心怀苍生的神女也不愿意见到我们有情人分离。无双，我们走吧。齐彦霖，你这未婚夫还不错。好，我们走。从此以后，4大家族见不去。
出这扇门，你就不是我孙子。走吧。爷爷，我早就说过，齐彦礼就是个没用的瘸子，齐家只能我来继承。爷爷，齐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怎么样，齐大哥？没事吧？爷爷，怎么了，齐大哥？爷爷，爷爷，别动气，别动气。齐彦礼，爷爷之所以这样，都是被你气的。我们齐家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滚！够了，齐大哥病了，有什么事后面再说，赶快叫神医、神老来救啊！神老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齐老爷子已是不治之症，身体早就是强弩之末，恐怕保不今天了。爷爷，彦礼，他是想让你和神女尽快履行婚约，也是想要给齐家找个依仗啊。神老，就没有别的办法治爷爷了吗？老朽才疏学浅，齐老爷子已是回天乏术。不过有传闻9天神女有种秘术，可以医死人，肉白骨，或许可一试。什么？神女可以救？今天本是神女宴会，可神女却迟迟未到现场。齐彦礼当场对神女大人不敬，神女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不肯过来。齐彦礼，爷爷就是被你害死的。唉，无论怎样，现在救齐大哥要紧，赶快联系凤凰殿啊！季无双，你站在齐老爷身旁干什么呢？神女秘书，我就快拦住他！我们齐家岂是你这个疯子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？赶紧给我滚蛋！我真的会神女秘术，齐老爷的病拖不了了，我能治。你能个屁！你能？你连算术都算不明白，你别在这添乱了。你的针灸之术根本就没有用，反而会起反作用。现在只有我的古法秘术能救，再晚一点，真的就回天乏力了。我沈万山乃燕国第一神医，除了神女谁都不服。你这个傻子，居然敢质疑我的判断！不好了，齐老爷子快撑不住了！爷爷，齐大哥，爷爷，齐老爷子，齐大哥，爷爷，大哥，爷爷，爷爷。常规路子走不通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得罪了齐爷爷。齐爷爷，你怎么就这么没了呀？你还没答应我跟齐彦礼的婚事呢，你没了我可怎么办呀？你在干什么？生前对爷爷大不敬，死后还要鞭尸，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还在等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带下去！他们不像我，只会心疼爷爷。无双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刚刚已经对爷爷进行医治了，不出3分钟，爷爷就会醒来。彦礼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无论如何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齐老爷回天乏术了。齐老爷回天乏术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根本就不能让那傻子再胡闹！你根本就是在杀人！齐彦礼，不会是你和他串通好，为了争夺齐家的继承权，生前惹怒爷爷，死后也不让他安生。我从未想过为了继承权而谋害爷爷。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在狡辩。今日海景3大家族长老在此见证，我齐文川代表爷爷，将这个不孝子孙逐出齐家。从今年开始，和齐家没有半点关系。只要有我在，别想得到齐家的任何东西。你们现在做决断也太快了吧！齐老爷人都走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说了，爷爷3分钟之内一定会醒的。现在距离3分钟还有10秒钟。我以陆家家主名号宣布，齐彦礼与这傻子一起被逐出燕国，有事不得入内。还有5秒、4秒。事到如今还在拖延，还不快动手！ 3、2、1。
爷爷，齐老爷，你醒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你感觉身体怎么样？怎么会？从脉象看，齐老爷，您完全痊愈了。是啊，我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，感觉浑身都很舒坦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在您垂危的时候，石无双，他救了你。刚才齐大哥明明已经……难道这个傻子真的会什么神女秘术？怎么可能？季无双他就是个傻子，误打误撞罢了。书诊，我乃燕国第一神医，你小子竟敢诽谤我！齐老爷染上的是世间绝症，除了神女，无人能医。而你仅用2、3下就让齐老爷痊愈了，莫非你就是神女？神女，我就是沈万山呐！80多年前，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曾登门向您讨教过医学呀。沈老，您不必行此大礼。难道她真的是神女？是啊，她真的是神女吗？季无双到底是什么人？她就是个蝼蚁！我告诉大家，季无双她嫁给我5年，整天除了卖鸡蛋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她要是神女，那我就是天王老子，你还给她下跪行礼？我看你这个赤脚大夫是老眼昏花了吧？季无双，你误打误撞吧，糊弄他们行，我你可糊弄不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不管她季无双是神女还是普通女人，但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齐家的恩人。我不许你对我们的恩人这么放肆！不是，这季无双就是个脑子不好用的傻子，说不定都是齐眼里为了让这个傻子进门设的局。我是怕您受骗啊，齐老爷。来人，把给我赶出去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齐老爷，季无双他就是个傻子。江明，谁告诉你我是傻子？你不傻了？你见过哪个傻子能将如此高超的医学发挥出来？这不可能！我江明聪明易逝，怎么会被个傻子糊弄？江明，你口口声声说讨厌傻子，其实最傻的人是你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跟傻子计较，江明，下半辈子你就去当个傻子吧。哎，海绵宝宝，我们一起去找水母吧！哎，你们赶紧把他给我带下去，送我进医院去，这辈子别让他出来。把他交给我吧。无双，难道你真的是？我的身份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师父说我是神仙下凡，可厉害了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的未婚夫。既然误会已经解除，现在开始神女宴会也不迟啊！是啊。海城齐家、东都白家、苍兰陆家、燕城袁家，恭迎神女归来。何人竟敢冒充神女？何人竟敢冒充神女？凤凰殿海城理事到。李氏，是我请你们过来的，我是齐文川，就是这个女人公然冒充九天神女，在此招摇撞骗。文川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早就知道季无双不是真正的神女，因为真正的神女我见过。你说我是冒牌货？你见过神女，那你为何不说？那是因为我想看看你和这个傻子究竟能诋毁神女到什么程度。没想到你们居然如此胆大包天，竟敢冒充神女殿下！季无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李氏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神女殿下刚刚治好了齐老爷的绝症啊！我乃凤凰殿理事，我自己的殿下还能认错不成？季无双，你可知罪？我认回自己的身份，我有什么罪？反倒是你，既然是海城凤凰殿理事，为何我回海城这么久，从未见过你？莫非你才是冒牌货？真是可笑！凤凰令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神女凤凰令，见令如见人，这个李氏是真的。见过李氏。
我从未颁发过凤凰令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此次神女宴会状况百出，神女感知此事，勃然大怒。现在你们4大家族是真不把凤凰殿的神女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，神女就会惩罚你，交出全部财产。什么？我们的全部家产？没错，交出你们全部的财产，献于神女，或许凤凰殿会饶你们一命。我从未说过如此命令。你这个冒牌货，居然还敢叫嚣！无双，此事有蹊跷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小小李氏竟敢如此，凤凰殿中一定是出了蛀虫。交出你们4大家族的全部财产，否则死！哼，我看这不是神女的指令，而是你们凤凰殿想趁机敛财吧。凤凰令在此，我说的话就是神女的意思。哼，我白家100年基业，岂能是这样说让就让？今天就是神女到了，也休想占我白家的便宜，我白家绝不让。好啊，白家还真是好骨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送你去死。现在还有谁不服？怎么样，这财产你们是让还是不让啊？堂堂凤凰殿理事，就是这么伤害无辜百姓的？老头，我伤害他了吗？没有，我欠不就是财产吗？我愿意捐出所有的财产，请神女饶命。那你们呢？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我陆家愿意献出全部资产，只求凤凰殿饶我陆家上下。齐家主，那你呢？爷爷，现在认清现实吧，只有破财才能免灾啊！齐家主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们齐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命，可都掌握在你手里。我们齐家不签。齐燕，你竟敢撕毁协议，就不怕神女发怒吗？神女与凤凰殿是燕国正义的代表，而我没想到这种正义是欺压无辜百姓。齐燕离，你自己想死我不拦着，但是你现在口出狂言，难道是想拉我们整个齐家陪葬吗？好啊，齐家，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。不要，李氏。齐老爷，现在讲清楚。爷爷，此事定有蹊跷，我们不能让啊！家产我送就是了。爷爷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你这孙子屡次挑衅我凤凰殿，是必然留不得的。我看你就是找死！你这个冒牌货，也敢干扰我做事！我竟不知这5年凤凰殿已经腐朽到这般模样，竟敢拿剑口对准无辜百姓。玄武平时就是这么管教你们的吗？大胆，竟敢直呼大护法名讳，我看你是找死！我不仅敢叫他名字，我还能让他对我俯首称臣。区区蝼蚁也敢对大护法不敬，看来必须要给你点教训。怎么会？惹到我，你算是踢到铁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你敢这样对我，神女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神女，我看你到现在还不清楚，你真正的主子到底是谁。我手下的凤凰殿容不得你这样的害虫。九天神女到。是他。季无双，你个傻子怎么在这儿？拜见神女。就是他，辱我凤凰殿众人。神女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叶青青，你说你是神女？放肆！见到神女还不下跪？合作宴会的仇我还没报呢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新仇旧怨一起清算吧。愣着干什么呢？你们还不赶快行礼！恭迎神女。今天我来有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我要跟这个瘸子退婚，然后我要跟齐文川订婚。
文川，你什么时候跟神女走到一块儿了？爷爷，我这也是为保全齐家。他齐艳里非要和季无双在一起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齐家落寞呀。以后我会和神女一起，把家族发扬光大。齐文川，为了在今天的宴会上夺权，你当真是费尽了不少心思。别急，我做的可不止这些。第二，我要4大家族的全部资产，当做我的新婚贺礼送给文川。你费尽心思到我身份，就是为了窃取点财产，讨好男人。叶青青，你脑袋被狗吃了吧？好啊，为了我们的家产，下了这么大的一盘棋，齐文川，你真是狼子野心。事到如今已成定局，爷爷，这份齐家的转让书，您签一下。齐文川，我们齐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等我登顶燕国首富，我会和神女一起好好孝敬您的。齐爷爷，你就签了吧，我们凤凰殿会对你负责的。签字可以，不过叶青青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？你敢质疑神女？你说你是神女，总要拿出点令人信服的证据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大家岂不是白白被骗了？刚才戚无双还说自己是神女呢，今天这宴会啊，人多眼杂，大家可得谨慎。就是要我看，叶青青心术不正，上来就觊觎我们的家产，一点都没有神女的风采。你好了，要我说，凤佩是神女的贴身之物，今儿啊，谁能拿出凤佩，那她就是真正的神女。对，今天我们不认别的，只认凤佩。你们说的凤佩，可是这个？凤佩在此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凤佩居然在他这里！来，叫妈。这下没有人有异议了吧？叶青青就是我们燕国尊贵的9天神女。季无双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听闻神女医术高超，能够医死人肉白骨。既然你是神女，那你能不能显显神通，把她的腿治好？我的腿？对，神女如果真的能将我的腿治愈，那齐家的继承人，我可以让给齐文川。你想得美！齐家本就是我囊中之物，就凭你们，也想骗神女给你治腿？对啊，我凭什么给她治腿？现凤佩已出，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的身份。季无双，你不会还想垂死挣扎吧？确实如此啊。你误会了。诸位都说神女治病救人需要丰厚的神力，叶小姐屡次推脱，不会压根就没有神力吧？对呀，对呀，怎么一直推脱？我只是刚刚回归不久，如今还无法施展医术。哎呀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不过神女，听说这凤佩乃上古神玉打造，需要通过神女秘术，无需内力便可召唤无所不能的上古5行神将，说不定他们有法子给艳丽治腿呢。神女殿下，我们见识短浅，要不您召唤一下，让我们开开眼啊？对，召唤就是。什么神力啊？你难道不会吗？我怎么可能不会？我可是堂堂神女。那就麻烦神女召唤上古神将，帮我治腿吧。可是殿下，您就让他们开开眼吧。正好我们凤凰殿的诸位也想瞻仰您的风采。是啊，青青，你就发挥一下，给他们开开眼，大不了治好了再给他打断。这2个蠢货，我哪里有什么秘法？神女，治病救人可是大事，你不会连一滴血都不舍得贡献吧？一滴血？召唤神将不就是把神女的鲜血滴在玉佩上就可以了吗？这有什么难的啊？完了，这要是召唤不出神将，我假冒神女的事就败露了。神女，怎么还不出手？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我看你们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青青，不就是一滴血，我帮你。别！上古5行将，听候神女命令。
居然误打误撞的成功了，是神女法器也没有说的那么神奇嘛。我说过了，我就是炎国的神女。神迹，这般神迹只有神女才能创造。你们这帮无名宵小能见到此番神迹，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青青啊，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手段。以后在炎国，我看还有谁敢拦着我们？叶青青，你的五行将都来了，快点命令他们给炎里治腿吧。治腿？我既然有如此之高的能力，为什么要给你们治腿？把你们都除掉，岂不是更容易？神女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神女不会想要，卸磨杀驴吧？季无双，你3番5次坏我好事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，不如就拿你先开刀吧。五行将听令，即刻灭了季无双。无双，别去！上古五行将拜见神女。这五行将怎么朝季无双行礼？殿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嘛？我让你们灭了他，不是向他行礼。看好了，我才是玉佩的主人，我才是9天神女。叶青青，这五行将好像并不认你这个主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季无双，一定是你暗中使了什么法子，操控了五行将，才让他们失灵的。五行将乃炎国上古神将，怎么会被无双这个普通人操作？这样看来，叶青青的神女身份也不一定是真的吧？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叶青青，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五行将乃上古神将，灵气充沛，他们认的从来都不是神女的血脉，而是神女的气息。神女气息。五行将听令，将在！颁布四海令，无9天神女红尘中浮沉5年，今日正式回归炎国，将护我炎国万代太平。护我炎国万世太平，万世太平。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的，季无双她是妖女，她一定是对凤佩做了什么手脚。这一切都是障眼法，大家千万别被他蒙骗了。叶青青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？区障眼法，蒙骗得了别人，骗不过我。你居然敢在4大家族面前公然抢我神器，此事按律当斩。来人，给我压下去！障眼法？不会吧？就是啊，季无双化成神女的风采与5年前的神女一模一样啊！哎呀，你的人好像都不听你的话了。事到如今，连你也质疑神女的身份。我不是质疑，只是季无双她太像神女了。你还敢说？你别忘了，神女承诺我们4大家族的财产，你若此时反水，可就什么都拿不到了。季无双，你假冒神女在先，抢夺神器在后，按照炎国律法，应当行剔骨之刑，灰飞烟灭。来人，把季无双给我拿下！凤凰殿玄武大护法到！是谁在质疑神女殿下？凤凰殿玄武大护法到！是谁在质疑神女殿下？玄武大护法，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？也不正眼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神女。我看你别是季无双请的演员吧？季无双，你为了冒充神女招摇撞骗，真是下了血本啊！我真是佩服。按照凤凰殿律法，这个冒充大护法的人理应当斩。李氏还不赶紧将他拿下，以正神女威名！你要处置我，参见玄武大人，小人罪该万死。你干什么呢？不听我的命令就罢了，怎么还给别人下跪？怎么，叶青青这位神女连玄武大护法都不认识啊？不但不认识，他还想处置护法呢。什么意思？叶青青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难道你真的是护法玄武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，恳请9天神女责罚。9天神女，如今谁是神女？没有疑问了吧？参见神女，参见神女。不对，
季无双真的是神女，那你的玉佩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可没说那个玉佩是我自己的，是你们先入为主了罢了。海城理事，在。你刚才说冒充神女抢夺神器，应该怎么处罚来着？按照燕国律法，当处剔骨之刑，灰飞烟灭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不要神女，神女饶命！神女！海城理事趋炎附势，贪污腐败，击杀无辜平民，罪大恶极，即刻斩首。不要！神女殿下，神女殿下！神女，此日是我监管不力，卑职愿司法奉命，以儆效尤。至于他们，就交给你们了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信那个贱人的话。爷爷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求求你原谅我，爷爷。齐家从此与你再无瓜葛。你不能让我走，你让我走了，偌大的齐家就得交到这个瘸子手上，他不行的，爷爷。爷爷，我求你了，爷爷，我求你了，就算看在齐家的面子上，你也不能让我走。齐彦礼，他齐彦礼只不过是个没用的瘸子。你不瘸了。现在你是瘸子了。彦礼，你腿好了？腿已经好了，是无双帮我治好的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齐文川，5年前我腿伤的那场车祸，是你安排的对吧？什么车祸？我知道。知道。齐彦礼，你想栽赃我？你没有证据。谁说没有？这里是齐文川这么多年作恶多端的证据，我隐忍多年，为的就是今天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干尽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齐家留不得你了。来人！不！这轮椅我是用不到，送给你了。不！我才是西牙继承人，我才是。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现在该聊聊我们的事情了，神女殿下。你好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9天神女季无双。你好，我是被你救过2次的未婚夫齐彦礼。这次多亏了神女在场，不然这小小的宴会还不知得惹出多少祸端呢。虽然如此，但我记得你们曾经不是这般会向权势低头之人。神女有所不知，5年前您舍身取义，瘟疫虽除，可是东瀛势力渗透我燕国已久，各方盘根错节，我们乱世求生，实属不易啊。听闻神女回归，我们是开心至极呀！这才情急之下，犯了许多错处，还请神女多多谅解。东瀛势力竟然还在燕国，请各位放心，只要我季无双在一天，就让燕国不受这东瀛小国之侵犯。玄武，还不赶紧去查查这东瀛人的消息？实不相瞒，神女，刚才尊主发来密电，上京即将举办8国博物拍卖会，届时东瀛大皇子会到场。东瀛大皇子？好啊，试试，该会会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拍卖会最需要的就是钱，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这拍卖会很是气派呢。资产不到100万还想进来？你给我滚！齐文川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有邀请函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穷酸味的燕国人，穿着东瀛人的衣服羞辱同胞，看来齐文川挨的打还不够。哎，他的腿之前被我打瘸，现在却好了，此事定有蹊跷。我们再等等看。像你们这样的人，给我们东瀛提鞋都不配，把他给我撵出去！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人谁啊？拍卖会上居然这么猖狂！听说是被齐家赶出门的私生子，
这一阵傍上了东瀛人的大腿，这才嘚瑟起来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说两句。今天的拍卖会，大银的皇子也会到场。今天所有的藏品都是我们大银国的囊中之物。我劝你们一句，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。识趣的，赶紧滚！口出狂言，辱我燕国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？东瀛大皇子要来？那好东西一定与我们无缘了呀！快走，快走！东瀛皇子要是发怒的话，我们一定小命难保。竟然挑衅大皇子权威，你不想活可别带上我们！看看你们燕国，马上就要姓东瀛了。滚！5年前，东瀛侵犯我燕国，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才化解了这场危机。如今，东瀛人没有被赶走，反而被带为贵客，耀武扬威。这5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有很多人没有走，大皇子还没到，我们再等等。拍卖会正式开始，下面起拍我们的第一件藏品——燕国元代青花瓷瓶，起拍价300万整。没想到这第一件就是稀世珍宝，350万，400万，800万。齐彦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齐文川，我实在没想到你现在当了汉奸。当汉奸怎么了？这个世道，谁有实力谁说了算。就凭你们俩，在大银国面前屁都不是。肃静！800万第一次，800万第二次，800万第三次。等等！我出1个亿。大皇子，你们燕国的花瓶确实不错，拿回去给我的下人们当夜壶使，非常合适。大皇子，您说的对，能给你们当夜壶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尔等小国，岂敢猖狂！燕国的蝼蚁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要以10倍的价钱拍卖所有这里的宝贝，这个场子包圆了。赶紧落锤啊！1个亿，5个亿，5个亿，5个亿！季无双，你疯了吧？竟敢挑衅我们大皇子！拍卖会上公平竞争，价高者得，何来挑衅一说？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一介女流之辈，也敢与我叫嚣，你真是太不自量力了。我告诉你，在燕国，只要我想要的，就没有我得不到的。和我作对的只有1个字，那就是死。我出6个亿。怎么样？你们2个要是没钱，就别硬撑了，别到时候赔的裤衩都不剩。10个亿。你这是找死！我出10亿5千万，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元青花本身的价格。你懂什么？现在已经是为了燕国尊严而战了。怎么，你们小东瀛帝国不是很有钱吗？怎么现在5000万5000万的加价了？我出100亿。不可理喻！你们燕国人简直是不可理喻！齐彦礼，你别吹牛了，齐家有多少钱我最清楚了。大皇子，那齐家的家产我最清楚了，上上下下加起来也就100亿，他们这是赔上家产跟咱们斗呢。只要咱们再加一点，他们肯定完蛋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敢挑衅我，那么我就让你们倾家荡产101亿。他就是4大家族之首的齐家，赔上整个齐家都没办法对付，难道这次又要便宜东瀛人吗？200亿，你200亿，怎么可能？齐家明明谁说我只有齐家？什么？在被你谋害的这么多年，我化名 Q 先生，在海外搞了些小生意，现在市值已经是全球第1了。什么？他就是神秘的世界首富 Q 先生？既然他是 Q 先生，那么100亿绝不在话下。这不可能啊！那你们2个现在到底有多少资产？1000亿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刚好能买下你们一整个东瀛。你现在你们还要竞价吗？父皇交代了，一切要以最终的宝贝为主，还是不要冲动的好。这个破尿壶让给你们也无妨。燕国元代青花瓷瓶200亿，成交。
拍卖会继续进行。第二件藏品，苍山出土的陈年古墓，起拍价1元。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木头，怎么会出现在拍卖会上？这破木给我都贵，怎么还会有人拍？这块木头怎么带有已经灭绝的古武国的气息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昨天没休息好，没事。原来这就是父皇让我拍摄的古武国遗失的上古神木，1块钱，我拍了。1元第一次，1元第二次。东瀛人，原来你们的目的在这儿。1元第三次，我出1个亿。什么？这就一块破木头，你出1个亿？那又怎么样？在我们燕国，别说是一块破木头，就是任何东西，你们都休想拿走。刚才我让了你，你真的以为我东瀛好欺负吗？我出100个亿。哪一个破木头啊？100个亿，大皇子，这个破木头也就值1块钱。不过您撒钱的样子太隐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100个亿还要跟吗？当然跟，我出1000亿。1000个亿？怎么可能？你刚才不是已经出过200个亿了？怎么还有1000个亿？拍卖官，这个人扰乱会场秩序，恶意叫价，快把他撵出去！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申请验资。1000亿元，真的有你到底是谁？居然有这么多的钱？在我燕国还能有1000亿资产的，那只有九天神女了啊！难道她就是九天神女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九天神女季无双。你东瀛人，今天新仇旧怨，我们一起算。父皇说过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夺得神木。既然这样，入上我东瀛的国库又如何？我出5000个亿。我的全部资产只有1000亿，凤凰殿的资产属于燕国，我不能碰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神女，5年前是你凭一己之力拯救整个燕国，而如今东瀛迫害我国百姓，也只有您能救。我山城王家愿意献出全部500亿身家，助力神女与东瀛小贼一战，扬我燕国威名。张家出300亿助力神女，我周家出800亿。我齐彦礼愿献出我全部身价3000亿，助力神女拍卖。诸位放心，只要我还在，东瀛人就休想从燕国讨到一点便宜。你们跟东瀛人作对，会死得很难看。我们燕国千年底蕴养育万万人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们都会挺直脊背，面对你们这些蛮荒之敌。再说一遍，只要我在，我将护我燕国万死不悔。陈年古墓5600亿，成交。古武国的上古神木果然是个宝贝。燕离，你拿着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季无双，本来想留你们一命，日后做我东瀛人的奴隶。既然你们如此的不自量力，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哼！我燕国的国之玉印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一次，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这个。国之玉印不是在国都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季无双，我们东瀛人的智慧是你想象不到的。这一局，我们从5年前就已经开始计划了。你的意思是，5年前你们制造灾异，害我国人，就是为了夺取国之玉印？没错。当年你舍身救人，平息叛乱，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我们将东西藏于此处，如今时机成熟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们燕国的国印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东西了？国之玉印在手，以后燕城小儿将世世代代为东瀛人的奴隶。不可能，我们燕国永不为奴。东瀛小国滚出燕国！国印在上，竟然还敢放肆！来人，立刻给我斩首示众！来呀，我就是死也要和你抗争到底！
敢动我燕国子民？今天就是你们东瀛小贼的死期！还等什么？快给我上！你别过来！犯我燕国者，虽远必诛。还好，把你找回来了。凤凰殿使者到！凤凰殿玄武救驾来迟，好在没有酿成大事。凤凰殿所有人听令，在场的所有贼子，一个也不要放过，包括齐文川这个叛徒。玄武，国印之事事关重大，我来审问这个大皇子，你速至国都，把国印送给国主。神女，你的命令现在可不管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凤凰殿听令，杀了九天神女！怎么会是你？没想到吧？早在5年前，我们东瀛就渗透到了凤凰殿，你的护法也成为了我的手下。玄武，当年是你说要守护燕国，万死不悔的，如今你为何这样？凤凰殿众人皆中了银国的毒，此毒只有大皇子有解药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我说了，千万不要小瞧我们东瀛人的智慧。如今能有这样的局面，都在我们的计划之内。现在我就杀了你，直奔皇宫，夺取皇位。你们东瀛人简直找死！姬无双，你现在是孤军奋战，还不投降？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又如何？想要夺我燕国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。给我上！姬无双，你整个凤凰殿都倒戈了，你难道还不屈服？凤凰殿不过100人，而我燕国有1万个像我一样的爱国之士。你能用剧毒控制住凤凰殿，但你控制不了我们所有人。只要我们燕国还有1人在，怎能轻易将国土拱手让人？现在场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可还有什么遗言吗？姬无双，你忘了5年前你身中剧毒。什么？5年前你舍己救人，去救盐城百姓，因此你一个人吞噬了全城的毒药，毒药都到了你的身体里。哼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，你肯定是在骗我。我东瀛帝国钻心蚀骨的滋味，也该让你尝尝。姬无双，你也在我们的策反计划中，你只要乖乖投降，做我的床伴，我可以保证以后让你安全无忧。想让我屈服，绝无可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无双，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这次该轮到我救你了。千灵，千灵，燕灵，千灵，你醒醒！千灵，你醒醒！区一个普通人也想借助我的东瀛武士道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我要你给他偿命！你就别做无谓的挣扎。九天神女也不过如此嘛。东瀛人，你不得早死！那你就去死吧！燕灵，你怎么还活着？
这不可能！一个普通人怎么可以抵挡得住我的东野武士刀？燕离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是古武国相传可以斩杀一切的玄天剑，相传只有古武国的皇族血脉才能够使用。可是古武国20年前就被八国联合剿灭了。不巧，我就是古武国最后的血脉。幸亏了拍卖会上的上古神木，让我记起了一切。你们东瀛先是劫掠古武国，后又觊觎我燕国，今天新仇旧怨一起讨。我大东瀛帝国步步为营，为的就是今天。我不可能就此就输掉。那我们就试试。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9天神女季无双参见尊主。哎呀，快免礼！无双，你体内的余毒怎么样了？从东瀛皇子身上找到了解药，已经康复了。而且神医神老已经研究出了解药配方，很快燕国所有苦于东瀛剧毒的人，马上就可以恢复了。好啊，无双、燕离，这一次啊，还好啊，有你们。为国而战，幸不辱命。尊主，遗失5年的国之玉印顺利找回了。啊，当年啊，东瀛趁着混乱，偷偷换走了国印。当时怕产生祸患，隐瞒了这件事，兜兜转转5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以后我将肃清，重建凤凰殿，继续履行使命，守护燕国，万死不悔。燕离，燕离，燕离，你怎么了？燕离，无双，燕离他怎么样了？燕离体内的毒是15年前便种下的，专门克制古武国血脉的。如今燕离的体内血脉觉醒，此毒便已发作。可是这样的毒，我也不会解。无双，你能以死人肉白骨，怎么解不了这个毒呢？此毒我也从未见过，师父的古书里也未曾提及。无双，没关系，这辈子能遇见你，我很开心。燕离，燕离，谁说没救了？拜见尊主。快免礼，无双，这个药丹能解燕离的毒。这是古武国的丹药。当年古武国君主身中剧毒，举国覆灭，为了留下古武的血脉，拼尽了全力封住了燕离的血脉，并把它托付了给我，就是为了有一天燕离的血脉苏醒后，能够让他健康的活下去。无双，当年尊主把燕离托付给我，亲自为你们指了婚事。现在看来，不仅仅是你保护了燕离，燕离的血脉也保护了你呀！还等什么？赶紧给燕离啊服下去吧。燕离，你醒了。未来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